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里头做吉，过一吉第4条。吉就是好人的意思，像人讲保吉、配吉。另外，这个吉古早台语字典就解释讲有收入的意思，像人讲月吉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小解月吉，这是为日语来，意思就是公务人员或者是吃头路的人，逐个月领的薪水，也就是月俸、月薪、月仔钱，一个月薪水的意思。第二个词叫做读做吉月，这是一个较古早的台语词，代表讲收钱了才交货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阿明想要买这支手表啊，也毋过身躯无存钱，身躯定金了后，和头家约束好势，等伊领月吉才过来吉月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吉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